始終我細個嗰陣時爬石唔係一個好熱門嘅運動，所以我就即係細個係冇接觸過攀石嘅。即係細個嗰啲馬騮架嗰啲咧，就即係喺公園會玩好耐咁樣，但係就即係一路都唔知道原來我中意嗰個運動係攀石，直到大學第一次接觸之後。一開始冇諗過會入港隊嘅，由啲細比賽玩起啦，慢慢開始累積啲比賽經驗，就開始去啲香港攀石總會舉辦嘅比賽。因為我哋比賽係會計你嗰個 attempt 嘅，每科一次佢就會計一個 attempt， 咁所以每一個 attempt 都係好珍貴嘅，盡量越少錯誤越少科，咁你個分數就越高咁。喺呢啲香港嘅總會嘅比賽攞到成績之後咧，香港總會嘅教練去推薦之後，同埋經過港隊嘅輪選之後，咁佢就會因應個排名到最後決定即係邊個入港隊咁。咁嗰陣時仲係大學，即係我哋係夾埋其他中大嘅同學啦，即係幾個人咁樣一齊開嘅一間 bouldering gym。成個場嗰個設計係我負責嘅。嗰時學識咗用 3D modeling 嘅 software， 即係自學。當然係好基本嘅，但係即係嗰陣時就自學咗呢一樣嘢啦。咁我覺得嗰陣時嘅宿舍生活係即係好令人懷念嘅。最後一年臨考試嗰陣時，一齊讀書係一個美好嘅回憶嚟嘅。即係你可以同啲朋友一齊恆常地每一個禮拜可能有一或者兩個 study session。咁大咗之後就即係每個人都係唔同科啊，好難約出嚟，全部人一齊去聚會咁樣都好難約。即係我覺得外科要兼顧到港隊就真係有啲問水。我哋個工時係比其他人長啦，但係我哋就唔係返 shift 㗎啦，我哋係 on call 㗎啦。返完24個鐘之後，你要繼續返到第二日嘅夜晚咁樣，咁可能已經係返咗30幾個鐘嘅工，然之後第二日又要繼續返工。對於港隊嚟講，你要不停將自己身體 push 到去一個 limit， 但係又冇時間去休息嘅時候，其實係會比較危險啦。我冇辦法可以好似之前咁樣去花好多時間體力，即係一個禮拜我之前可能係 train 4日嘅，與其霸住個港隊嘅位，咁我就嗰時可能退役嘅話，咁就會俾到機會其他想出去比賽嘅人。好彩地咧，我係未整親過隻手嘅。我對自己個身體個認識去係足夠去令到我知道我咩時候唔可以再繼續 train 落去咯，係啦，即係我好多時我都係會適可而止，適可而止係預防受傷嘅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嚟嘅，所以 so far 我係冇影響過我對手嘅，係啦。咁我覺得我一開始中意抱石或者中意攀石嘅原因係因為佢係一個需要體力，但係同時間亦都要需要problem solving 嘅 skills 嚟嘅。佢有唔同嘅岩點啦，咁你要某好既定嘅 body position 先至會做到。但係好多時你第一眼望落去，你係要諗自己點樣 approach 呢一條線咁樣，你先至會爬到。會需要好小心或者好留意嗰啲攀爬點嘅特性，令到你喺上去爬之前，你已經要諗得好仔細，到底你個手喺邊度，腳喺邊度，你要點樣捉住嗰嚿石頭。如果 Plan A 唔得嘅時候 ，Plan B 係乜嘢？細心同埋即係 careful 嘅 planning 都係重要。另外可能就係個心理 resilience 都好重要嘅，即係比賽嘅時候，咁你可能
喺一條線失利咗之後，你要好快可以重拾翻嗰個心情，或者你唔可以喺好大壓力之下就亂咗陣腳。心理質素作為一個運動員其實都好重要。